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1月1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4篇，路得记第3章14节到第4章第6节，提摩太前书第5章第9节到1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真寡妇。圣经呢，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都提到要照顾孤儿寡妇。保罗在给提摩太的教导当中却提到有真假寡妇。其实保罗所说的并不是说有那种假寡妇像那种假结婚一样，而是在强调真正需要由教会帮助照顾的寡妇。有些寡妇可能刚刚失去先生，可能还年轻，可能不久之后就可以改嫁，或者是他们有经济的能力，或者是有子女可以照顾而不需要被关心资助。而我们所知道的路得还有她的婆婆拿俄米，其实就代表着保罗所说的这种真寡妇的判定的例子。在犹太人的婚姻文化当中，有那种家人或是亲人应当负起照顾家庭家族中寡妇的责任。而拿俄米她虽然是年老丧偶，但是却能够得到路得再婚之后的家庭之照顾，那么这部分他就符合了保罗所教导的，他不需要被关心照顾，成为支柱的对象。路得记第3章14节到第4章第6节，经文这样说道：路得就躺在他脚边，但天还没亮，人还辨认不出他的时候，他就起来，因为波阿斯不愿意人家知道有女子到禾场来。波阿斯对他说：脱下你的披肩，铺在这里。他照着做了。波阿斯倒了差不多20公升的大麦在上面，帮他放在肩膀上，他就回城去了。他到家的时候，婆婆问他怎么样了，女儿？路得就把波阿斯为他所做的一切都告诉婆婆。路得说：他告诉我不可空手回到你这里来，所以给了我这么多的麦子。拿俄米对他说：我的女儿，不要急，你等着看这件事的发展。波阿斯今天不办妥这件事，是不会休息的。波阿斯到了城门口公众集合的地方，坐在那里。不久，波阿斯所说的那一位以利米勒的至亲从那里经过，波阿斯就喊他的名字说：请过来这里坐。他就过来坐下。波阿斯又请城里的10位地方长老，也请他们在那里坐下。大家都坐定了。他对那个至亲说：拿俄米从摩押回来了，他要卖我们亲族以利米勒的那块地。我想你应该知道这件事。如果你要买回，当着在座的众人和长老的面前买；如果不要，请说清楚，因为你有优先权，然后才轮到我。那个人说：我要买回。波阿斯就说：好吧，如果你向拿俄米买那块地，你也应该娶那位摩押的寡妇路得，
这样那块地才会保留在自己已故的人之名下。那个人回答说，这样的话，我放弃买回这块地的权利，就是我买了，我自己的孩子也不能继承。你买吧，我不买了。一开始拿俄米其实就是那个被需要照顾的寡妇，但是因为路德坚持跟随他，后来他又得到家族亲人波阿斯愿意承担责任，而娶路德为妻，因而路德以及拿俄米就得到了照顾，因此就不算在寡妇之列。保罗在给提摩太的书信提摩太前书第5章第9节到16节这样说道，关于寡妇的登记，60岁以上才登记，他们必须是只结过一次婚的，而且必须有善行的生育，好比善于养育儿女，接待远客，洗信徒的脚，扶助济难，扶难济急，尽力的做各样的善事。至于年轻的寡妇，不要登记，因为他们情欲冲动，离弃基督时就想改嫁，违背当初所许的愿，因而取罪。他们又学会了浪费光阴，挨家挨户串门子。更糟的是，他们说长道短，专管闲事，说些不应该说的话。所以我宁愿年轻的寡妇在家，生儿育女，照顾自己的家，使敌对的我们的人没有攻击的把柄。因为已经有些寡妇改变初衷，随着撒旦去了。如果信主的妇女家里有寡妇，她就得照顾他们，不可把担子推给教会，这样教会才能照顾那些无依无靠的寡妇。保罗的教导非常符合基督的精神与教导，设计也符合社会公义，关心那最需要的人，或者我们说钱要花在刀口上。诗篇94篇，上主啊，你是深渊的上帝，求你显示你的义分。你是全人类的审判官，求你起来，报应狂妄的人。上主啊，邪恶的人还有多少日子？他们洋洋得意的要到几时？作恶的人骄傲到几时呢？他们夸耀自己的罪行要到几时呢？上主啊，他们压制你的子民，他们逼迫属于你的人，他们杀害寡妇孤儿，谋杀寄居的陌生人。他们说上主看不见，以色列的上帝不关心。同胞们，你们为什么这样粗野？愚昧的人啊，你们几时才明白？上帝造了耳朵，难道他不能听？上帝造了眼睛，难道他不能看？他管理万国，难道不会惩罚人？他是人类的导师，难道没有知识？上主知道人的心思，知道他们的意念多么的虚幻。上主啊，你所管教，你用法律教导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你使他在患难中有平安，只等到邪恶的人掉进深坑。上主不丢弃他的子民，他不离弃属他的人。公义必定在审判庭上再出现，所有正直的人都要维护正义。
谁为我起来攻击作恶的人？谁在我这边敌对作孽的人？如果上主没有帮助我，我早已沦入死寂之地了。我说我跌倒了，但上主啊，你的慈爱扶持了我。我多忧多虑的时候，你安慰我，使我快乐。你和腐败的官吏没有来往，他们以法律掩护不义，他们勾结谋害好人，把无辜的人判死刑。但上主保护我，我的上帝保佑我。他要惩罚他们的邪恶，因他们的罪消灭他们。上主我们的上帝要消灭他们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有意愿去帮助需要的人，去关心真正软弱的人们。让我们学习做好管家，将教会的资源放在最需要的地方，将上帝的恩典、爱以及资源用在最软弱的人的身上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